中言之常识，印中言之常识，精简二义，精结二义，见为连言干理懂，见为灵，言干理懂，不由文字，不留文字。中文，中文，评价定非常人，行者定非常人，有文不为依法人来，有文不为依法人来。因为对我们读经班的小朋友还要那个配合嘞。吴老师，那咱的小朋友读安尼讲起来从，有文不为，有文不为依法人来，依法人来，莫是行者吼，莫是行者吼，为人法，为人法不讲，不讲，总有是作礼，总有是作礼，各请各请传来依法，传来依法，出世大众，出世大众，总求文法，总求文法，不为附属，不为附属，如何稽修？如何稽修？我们连任吼，有咱做到下下了吼，咱一段一段来做解说吼，甲咱说到好势，甲互我默契非常的好吼。好，咱再来到遮个咱印宗法师，伊就知影讲哦，要做大师即个为人呢，因为伊讲的讲真正心动，一听就知影，因为印宗法师会当掠到咧观音，相对的伊的修行嘛非常的好，那么伊伫经典方面，伊的造诣嘛非常的好。所以呢，伊听着了后，伊马上甲咱做就是为人呢邀请到上色吼，亲像咱若办一个法会啦，吼，咱电脑师来，你敢会叫伊去坐后壁？绝对无可能，电脑师来是来坐上色吼，还是咱的前人来，吼，绝对是坐上色吼。若讲食一个饭嘛，有知影大位伫对，吼，啊杯柄伫对，啊主人伫对，这拢有是，拢有一个礼貌，而且智慧。那么当然，咱印宗法师嘛是比例的一个修行啦，伊就较紧的邀请着咱六祖呢，咱慧人呢来到上色吼，那以精简二义。那么当然，伊知影讲即个是一个开幕者，啊伊嘛可能了解讲，这就是伫五祖遐哦领受生活的一个衣钵的传承的，啊，所以伊就知影讲要如何去家己问。那么伊就精简二义啊，就是问经典啊，还是问上生，而且我记的时阵，咱六祖元祖师呢，所甲伊回答的拢言简意懂。就是讲较足简单诶，而且但是伊诶理呢是非常的贴切，吼，言简意懂。甲咱学教书嘛是共款啊，咱咧学经典嘛是共款。咱咧会当讲真正讲即段经文，吼，啊像咱电视，咱讲电视咧讲经，伊要安怎如何甲即段经文讲互做，咱讲深入浅出，吼，虽然伊定义足深，但是要安怎讲互足简单互人了解。那么有做师相对的，就咱有做。伊呢对咱印宗法师的解答，也是言简意懂吼，言简意懂，互伊会当真正非常简单来了解